另外一件牵涉校园霸凌的是发生在教职员之间。3年前，嘉义市嘉北国小圣诞的代理老师，因为这工课受霸凌，行地路过身。监察院就纠正嘉义市政府甲嘉北国小。乡议这代课老师的产业工会就开记者会，提出这场霸凌的防治机制法律保障无够周全，呼吁这政府都要立法改善。9月13是嘉义市嘉北国小圣诞的代理老师伊做记的日子。3年前的这一天，伊行地路过往。伫伊做记的这一天，包括代课老师、产业工会等等的团体举行记者会，一开始先默哀1分钟，了后强调讲，这个往生者伫在生的时阵受到工课场的霸凌，才会来想袂开。监察院顶一日才甲嘉义市政府、甲嘉北国小纠正。不过事后案件发生迄当阵的校长、甲教育处长，却拢无受到处分。对于未妥善处理霸凌事件的相关责任，应该严格的惩处机制，保障教育工作者的职场安全与公平。希望政府可以迅速的行动，完善所有的法律跟执行的机制。有关校长在职场霸凌这个教职员的部分，应该也是把它列为这个不适任校长来处理了哈。来参与的团体认为讲，目前工课场霸凌防治机制不足，法律保障是更加欠缺。呼吁政府都要增设相关的法则，来强化头家人的责任，嘛要增设中央层级行政救济管道。行政救济机制的这个部分，来去针对职场霸凌案，设计多层次的这个行政救济，避免当事人陷入这个漫长的司法诉讼。我们自己这几年也收到一些陈情之后，有大概统计它的量，我们也在评估这个必要性，是不是变成1955以外，我另外再成立一个专门针对这种职场暴力、职场霸凌这样子的申诉管道。针对这点，劳动部强调讲，已经在研究敢是要设置工课场霸凌申诉的专线，目前已经有1955申诉的电话，受理各种工课场霸凌的案件，嘛会转予相关单位来调查甲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